各位家長好，又到咗親子5分鐘嘅時間。親子5分鐘旨在透過5分鐘嘅時間，分享一啲親子相處技巧同埋心得，讓我哋成為各位家長喺育兒路上嘅支持同埋陪伴。我哋係呢個節目嘅主持人 Sophie， 我係小葉。小葉姐姐，我上次聽完你講嘅邏輯後果當中有提到4R Review in Advance 同埋3R， 我覺得好實用啊。3R 裏邊提到相關性、合理性同埋尊重，都令我諗翻自己俾嘅後果其實比較似懲罰多啲啊，都同嗰件事冇乜關係，又唔合理啦。有時咧仲可能因為自己悶悶地講嘢咧，又會夾帶一啲羞辱啦同埋攻擊，令到小朋友根本都唔想同我合作，就算佢做咗都覺得好唔忿氣啊。係啊，Sophie，你嘅觀察好正確啊。其實咧，要小朋友合作咧，真係要諗辦法去贏到佢哋嘅合作，有啲技巧㗎喎。咁家長咧可以聽翻我哋第7集啦，贏得孩子合作，當中亦都會提到同理以及尊重啦，以身作則啦，專注喺解決方案上面嘅。咁如果做齊以上嘅一啲技巧咧，小朋友都仍然出現唔合作啦，聽唔入耳啦，就算做咗都唔服氣咧，咁就可以思考一下係咪爸爸媽媽俾嘅後果並唔符合3R 原則啦。咁亦即係冇正確運用到邏輯後果啊。咁正如上一集最後所講嘅，如果邏輯後果用得唔啱咧，就容易俾小朋友覺得係懲罰啊，仲會令小朋友出現另外4個 R 添。第一個咧就係 resentment 憤怒啊，佢會覺得唔公平啦，我唔再相信大人啦。第二個咧就係 revenge 想報仇啊，我要諗方法去做一啲令到你唔中意嘅嘢出現嘅。而第三個咧就係 rebellion 反抗。我要向佢哋證明我可以隨心所欲嘅，你越叫我做我就越唔做。第4個咧就係 retreat 退縮，開始咧用一啲偷偷摸摸嘅形式啊，諗住爸爸媽媽見唔到，咁下次就可以繼續做啦。又或者覺得係好自卑啦，認為自己一個係我就係咁壞噶啦，我就係一個 naughty boy， 對自己冇信心啊。哇，小月姐姐你講呢4個 R 咧，喺我腦海中即刻有啲畫面喺度啊！但我好多時咧都要喺發生咗之後先再反省咧，先至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啊。其實呢個都好正常噶。咁有啲家長咧都會同我哋分享啦，即係覺得自己情商好低啦，又要強啦，好容易動怒噶喎。試過咧自己都行開走開冷靜一下噶啦，但係反而咧就越諗越嬲，甚至諗翻過往嘅類似事件，累積咗更加多嘅憤怒同埋怒氣，忍唔住咧要發更大嘅火，變得更加囉嗦啊。咁 Sophie 你反省之後咧，又點樣幫自己度過呢個自責同埋內疚咧？小姐姐你問得好好。其實我都好同意咧呢個家長講嘅，有時咧面對小朋友嘅時候咧，都會覺得自己係咪情商好低啦，跟住又會好容易猛整啦。有時好想自己冷靜嘅時候咧，又反而冷靜唔到喎。其實好多時啲情緒係嚟自我哋嘅諗法，即係認知層面嗰度。作為家長，我都會花時間去探索一下自己嘅內在諗法同埋感受。以下有幾個步驟可以同大家分享下。第一個，要問下自己嬲啲咩，可以花30秒嘅時間回想一下自己當下咁嬲，其實喺腦海中出現嘅第一個諗法係啲咩呢？係自責，定係覺得小朋友唔尊重自己，定係覺得自己冇用，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唔稱職嘅家長，定係其他嘢呢？第二個，當你揾到呢一個關鍵嘅諗法嘅時候，就要去挑戰一下自己嘅諗法，可以利用反問句，問下自己有啲咩證據去支持自己嘅諗法呢？例如，係咪真係完全同自己有關呢？我呢個諗法係咪真係正確嘅呢？會唔會有其他可能性呢？其實我期望我嘅仔仔會點樣做，我有冇清楚咁樣表達俾對方知道呢？又或者係小朋友唔聽我話，係咪其實就代表自己冇用呢？有時可能去到呢一步嘅時候，就會發現其實自己諗埋咗一邊，跌咗落去一啲非理性嘅諗法。因為有時情緒其實係嚟自我哋對一啲諗法太過執着，俾呢啲諗法捆綁住自己，所以我哋就要嘗試去做一啲相反嘅行動，去幫自己去鬆綁呢啲諗法同埋行為。做爸爸媽媽真係好唔容易啊。其實我自己咧，每一次提翻正向教養嘅工具咧，都會有唔同嘅學習噶。而正向嘅教養嘅工具咧，又唔會用一次就奏效噶。咁到咗事後咧，就再反省。咁其實呢個就正正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啊。
等我總結一下今集嘅內容啦。如果家長你發現自己嘅小朋友出現咗4R，咁就可能係因為我哋使用邏輯後果嘅時候冇遵守到佢3R嘅原則：相關、合理同埋尊重，即係用咗一啲羞辱啊、責備等等唔尊重嘅言辭、唔合理嘅要求，以及同事情冇關嘅後果去解決問題喎。咁如果想改善小朋友嘅憤怒啦、報仇、反抗同埋退縮嘅行為，咁喺教養上面呢，就要多啲用呢個3R嘅原則啦。咁以及同小朋友討論嘅時候，就專注喺解決方案上面，對事唔對人。最後咧，都歡迎各位家長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，其實當你教小朋友教到好敏感嘅時候，你係點樣幫自己冷靜嘅呢？下集再見。